我咧关心这个二级警戒期间已经有延长日子，加上落几个大雨，七夕情人节明仔载到啊，要不花店的头家煞笑袂出来，因为疫情影响，唔若讲生理差8成左右，因落几个大雨，和这个真侪玫瑰花顶顶的花材，拢有水伤看起来歹歹啊，足歹卖。业者讲今年的情人节订花的人无像往年遐济，所以讲唔敢起价，只能度小月。花店的头家无用咧经花，因为疫情影响，花店的业绩减少8成。这几天直直落大雨，互真侪情人节的花蕊受到水伤。明仔载就是情人节，业者煞笑袂出来。情人节玫瑰就有受影响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太阳花受影响也很大。桔梗花也是，因为那个都是会水伤的花。买了一些玫瑰花，然后有蝴蝶兰啊，比较粉紫色系的，然后我们要插一个比较浪漫的，有一种节庆感觉的。虽然店内有准备情人节的花蕊，不过也是烦恼卖袂出去。业者讲，今年情人节的订单无永年这么多，餐厅嘛无完全开放过节的人少，业者是真无奈。买多就剩太多，买少就有时候就不够卖。产量也是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台湾的玫瑰花最近也是产量很少啊。冷藏技术可以帮助花农来保存这些花，不会让这些花农的花，血本无归。目前市场上玫瑰花自1支5块起到12块，价金1支10块起到20块。头家无摕到情人节的订单，当然唔望民众会当来买花转去，望欣赏嘛是袂歹。